大家好啊，欢迎收看香姐家，我是卢爸。来，我们跟大家说说我们不想做什么任何的职业病。我们做的是我们每天高强度的这样拉肠粉，也不是拉1天2天，我们1年365天高强度的这样，因为我们要经常弯腰啊，这样我们第一个腰比较一个大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腰，所以我们拉肠粉生意好了变，他们的腰都会有一点突出啊、流损啊，对不对？这些问题了，我都觉得我现在这个腰都不行了，现在每天都腰不行，不是肾不行，骨头之间的磨损也会产生这种。所以你还没有做肠粉的，想做肠粉的，你要想清楚，到时候把你的腰都废了，对不对？废了，生意不好的，一般都不会有这个职业病，但是你生意好，每天就高强度这样弯来弯去，是不是做了一天？从早上7点多，我们7点多就开始会，现在还没有7点多一直拉到11点左右，3-4个人不停的。对，我们还有干别的活，到时候我们这个腰有些会突出啊、流损啊，对不对？都会有。我知道你有没有的，对不对？来啊，我们给你们看一下，我们调了生熟姜，对不对？这个是熟姜，为什么叫熟姜？我们是用开水把它煮熟，煮成糊状就是熟姜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把这个米浆往这里面搞，每搞一手你就要搅拌一下，每搞一手你就搅拌一下，把它搅拌均匀，把它一直搞到全部下来，就全部倒下来搅拌。我们就慢慢的调水，调水的时候一定不要调稀，特别新手不要调稀，浓一点。是不是？你不会看调浓一点，用肠粉机试一下，行不行？这个也是一个问题，调稀了就很难补救了这个肠粉的底浆。我們現在準備客人嚟開始做腸粉啦。10蚊，係咩嚟咪？冇有肉米喎，有蛋的，有木耳燒肉的，燒肉的對不對？燒肉想要幾個？4個係嘛？好，4個燒腸粉，好，好。吹打老闆。2個得幾多蛋腸嘅？蛋包2個，冇記得蛋呢個。嗰下蛋嚟嘅，有快過2分鐘。冇下肉喎，蛋腸啊。呀，好，冇下肉，冇聽到。嗰單係冇聽，冇覺聽嘅咧。好快過，雞頭咁快，得個。蛋包呢個老闆，4個啊，20蚊，老闆。攞咩老闆？攞腸粉啊。好。有炒河粉，唔攞腸粉。炒河粉，炒咩河粉？在廣州嚟啦，廚房那邊肉炒蛋炒河粉就啱呢個炒啦。轉到咯，雞頭咁快喎。好，唔該，得啦，俾得噃。係5蚊，係咩嚟嘅？你快炒，我頭頂唔順喎，打包6個肉蛋腸，如果有上4個。都10幾個，6個36蚊，同埋佢哋4個咁多嘅你，好收得喎，17塊，對，沒錯，17塊，你看佢整嘛，好，你攞雞蛋嚟俾我，你要留2個嘅咧，可能我都叫唔到工不咯，要停工，即係咪你我都攞唔到單，我咪就等攞嚟我自己攞嚟，好，5蚊之上整好快個幾分鐘，坐一下仔你，6隻。幾多個？好，等你數下先，放低急。6個肉腸，好。打包幾多個啦？6個，打包都坐一下啫喎。7個打包，好。6個好，坐一下啫先，打包都要等下啫。都冇水女仔，咪有嘛？好，等望快。有搞貨唔錯。1、2、3，望你講咩嘢？冇水要等下，要整粉嚟打包仔嚟，快啲。喊我嚟打包，咁快。打包裝啦，裝豉油。嗰個打6隻嗰啲啊，隻男我都得，6隻佢哋裝好不？係個靚仔個，係打包嗰個，有6隻，你嗰隻係拿個靚仔個，夠少呢個，嗰隻拿靚仔先，嗰隻1號，睇個靚仔個，太少呢個唔買咁多嘅。哦好。冇咁快喎，好坐下啫，好得噃，拿這啲我拿鐵粉這啲，我知我幫你攞嘛，坐啦得啦，另一個，拿另一個，1、2、3，有個老師傅喺前面話，當牛腩肉腩，
啱食嘅咧，食內地有冇經驗過？應該係你幫我啦，好嘅。啊，所以冇選咗難。難幫我呀？哇，做啲咩嘢咧？係啊，豬咯。要日一次做嘅咯。紅千幾蚊嘛，整嘛，整紅千幾蚊。耶，紅過咁咧，我知，你打電話俾佢啦。係3號嗎？好，唔該你，阿老師傅，要復頭打下得唔得？得啦，太牛腩啦，多謝。我們每天都這樣拉幾個小時，你說這個費不費？對不對？還沒做成本，你要做，想做了你要有心理準備。好了，喜歡看我們視頻給我們點讚和轉發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